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當我哋一齊喺家中裏邊，喺呢個暴風嘅早上裏邊，一齊去敬拜嘅時候，讓我哋都帶住感恩嘅心。願主嘅平安喺我哋嘅中間，叫我哋喺呢一個變幻莫測嘅環境裏面，我哋依然有信心去依靠我哋嘅主。讓我哋同心有一個禱告。親愛嘅主，多謝你，多謝你俾我哋喺呢個暴風嘅裏面，我哋仍然可以去敬拜你。願意你嘅靈與我哋同在，你嘅平安厚賜俾我哋眾人，叫我哋喺家中嘅裏面，我哋同心合一嚟到去敬拜主你自己。願當得嘅榮耀去歸俾你。求你開我哋嘅心，開我哋嘅眼，你嘅靈引導我哋，使我哋去明白你自己嘅話語。多謝你聽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名祈求，阿門。今日繼續去同大家去睇《使徒行傳》。《使徒行傳》其實交代咗好多唔同初期教會發生嘅事情。大致我哋可以喺《使徒行傳》將佢分為3個嘅階段。第一個就係第1至到第7章，係教會好似出世咁啊，初出生幾個嘅階段。第二個嘅階段係喺《使徒行傳》嘅第8至到第12章。講緊嘅係猶太人同埋外邦人一樣可以得到主耶穌基督而嚟嘅救恩。第3個階段就係去到第13章至到第28章，講緊嘅係基督嘅福音一路去到地極嘅裏面。我哋剛才敬拜隊為我哋所讀嘅經文係《使徒行傳》第9章第1至到第9節啊！呢段經文喺邊一度啊？喺整卷嘅《使徒行傳》嘅第2個階段嘅裏面，猶太人同埋外邦人同樣可以得到救恩。今日集中所講嘅係有關於保羅，佢喺大馬色嘅路上邊，大馬士革嘅路上邊，去見到異象。而其實之後嘅經文第10節去到第19節，甚至一路去到第31節嘅時候，都俾我哋知道保羅見呢個異象所帶嚟嘅效果，佢嘅生命點樣徹底被改變。並且保羅因為歸信耶穌嘅效果，或者我哋再準確一啲嚟講，耶穌佢去呼召保羅，目的就係要保羅喺外邦人嘅中間去宣揚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讓整個嘅猶太以外嘅世界同樣可以接受到呢一份嘅救恩。2025年嘅下半年教會選擇咗以《使徒行傳》作為宣講嘅書卷。當然同教會今年嘅主題息息相關，使命重尋，凝聚向前。讓我哋透過保羅去歸信主耶穌嘅經歷，鼓勵你同埋我喺呢個嘅世代裏面繼續為主去承擔使命。喺進入經文之先我哋都知道保羅喺信主之前，其實佢嘅原名叫做掃羅。一息間所誦讀嘅經文嘅時候我會繼續用翻聖經嘅講法掃羅，但係其他嘅時間我一概都會用保羅嚟到去稱呼。大家都知道我所講嘅其實都係同一個人嚟嘅。我哋先睇第9章第1至到第2節，保羅對基督徒嘅迫害。喺第9章1至到2節，路加先向讀者交代咗2件嘅事情。第一件事路加要話俾我哋知道，保羅過往佢去迫害門徒嘅事。保羅向主嘅門徒口吐威嚇、兇殺嘅話，其實呢度有2重嘅意思。第一個就係保羅佢用嗰啲威嚇啦、兇悍啦，甚至殺氣騰騰嘅説話去對付耶穌嘅門徒。另一個層面嘅意思係保羅佢去殺害主嘅門徒。呢一點好多嘅中文譯本都冇直接去翻譯出嚟。保羅有參與殺害信徒嘅事情。不過我哋熟悉嘅第7章司提反佢被石頭打死嘅事，我哋都知道保羅即使冇直接去殺害信徒，佢仍然係有份嚟到去參與相關嘅事，甚至佢亦都去贊同
殺害信徒嘅事情。第二件事，路加要強調嘅係保羅佢迫害信徒嘅決心。保羅要見大祭司，求文書給大馬士革的各會堂，若是找着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將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大馬士革係一個乜嘢嘅地方呢？上一次英陽牧師同我哋分享《使徒行傳》信息嘅時候，提到腓利去傳福音嘅事。腓利呢，佢咧由耶路撒冷一路咧去到撒瑪利亞，然之後由撒瑪利亞去到加撒嘅曠野，喺地圖裏邊最底嗰度喎，喺嗰度咧，佢見到伊索匹亞太監為佢咧嚟到去講解聖經同埋施浸。最後腓利喺各城各鄉嚟到去傳福音，直到去凱撒利亞，翻到去地圖咧中間上少少綠色字嗰個嘅位置，綠色箭嘴嗰個位置。腓利所行嘅路程其實已經係好遙遠啦。而保羅佢要由耶路撒冷一路去見大祭司，去申請文書，要去大馬士革各個嘅會堂裏邊去捉嗰啲信耶穌嘅人。我咧試下喺 Google Map 嗰度去試下查下，如果今時今日我哋由耶路撒冷一路去到地圖右上角大馬士革嘅地方，係需要62個小時。如果每日我哋去行8個鐘多少少，大約咧都要8日嘅路程先至行得完。而且我哋相信當時嘅道路交通冇咁發達，可能需要行嘅日數更加嘅多。上一次咧，我哋睇腓利去傳福音嘅路程，其實已經十分之遙遠。不過咧，同保羅去捉拿信徒嘅路程相比，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可以睇到保羅佢逼迫信徒嘅決心。就算咁遠嘅大馬士革，佢都要去到嗰一度捉嗰啲相信耶穌嘅人，翻去耶路撒冷嚟到去受審。各位，今日我哋為福音嘅緣故，對於我哋嘅侍奉，對於我哋去傳福音，有幾大嘅決心呢？喺上一段嘅經文，就係喺第8章嘅經文裏面。當你以為腓利去傳福音嘅路程已經好遙遠、好艱辛嘅時候，第9章一開始就話俾我哋聽，保羅要去捉拿信徒嗰個路程更加遙遠。佢對於捍衛猶太教嘅純正更加嘅堅定。我哋咧對於去旅行咧，可以好有決心，可以好堅定。近嚟咧，我上YouTube 咧睇咗幾條嘅片，佢哋咧係一班嘅人，分咗幾組唔同嘅人，去到世界唔同嘅各地，去探險、去歷險。其中一組咧去咗一個地方叫做馬達加斯加，係非洲南部一個島嶼嘅國家。或者咧你仲未知道呢個地方嘅時候，不過咧，如果你問你有冇睇過一套或者有冇聽過一套嘅電影叫做《荒失失奇兵》，可能你未睇過，但係都有聽過呢套電影嘅名字。要去馬達加斯加嘅路程十分之遙遠，先要坐10個鐘頭嘅飛機由香港去到埃塞俄比亞。其實埃塞俄比亞咧，其實咧正正咧就係第8章所講，腓利向呢個嘅伊索匹亞人去講解聖經。伊索匹亞咧就係我哋比較常講、常聽到嘅埃塞俄比亞。然之後再喺埃塞俄比亞呢個嘅地方，再坐8個鐘頭嘅飛機去到馬達加斯加。如果我哋咧要睇《荒失失奇兵》裏邊啦，比較出名嘅猴麵包樹啦，一啲嘅狐猴啦，就需要再坐15個小時爛泥嘅車程，先至可以入到去睇得到。呢15個小時嘅車程，嗰個嘅主持人佢食咗暈浪丸都會想嘔嘅旅程。我哋對於去旅行呢，好有決心，好堅定。我哋好想睇到嘅嘢，我哋好想去。就算咁艱辛嘅旅程，更艱辛嘅任務，
我哋都好着意要去完成。但係為咗福音呢，我哋嘅決心又有幾多呢？我哋有幾愛嗰啲未信主嘅靈魂呢？另外一段嘅經文《使徒行傳》第9章去到3至到第9節，保羅咧佢喺大馬士革嘅路上邊遇見復活升天嘅主耶穌。呢段嘅經文咧，我哋咧可以分為3個嘅部分。第一個部分咧係第3至到第6節，呢度咧係異象嘅內容，即係咧耶穌同埋保羅佢哋之間嘅對話。第二個部分咧係第7節，第7節咧係講緊同保羅同行嘅人成為咗保羅佢見異象、見耶穌嘅見證人。第3個部分係第8至到第9節，保羅見到呢個異象之後所帶嚟嘅係結果。我哋咧先睇第一個部分，第3節係異象嘅視覺嘅部分。保羅咧佢咧將要行到去大馬士革嘅時候，佢喺路上邊見到忽然睇到天上邊發光，呢個光係點樣㗎？係四面嚟到去照住佢，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光咯，唔似我哋嘅手提電話都光光地㗎啦，但係咧好似咧相對之下都係比較微弱。呢個嘅大光照到保羅，佢甚至佢要撲倒喺地嘅上面。然之後第4至到第6節係異象聽覺嘅部分，主要講緊嘅係耶穌同保羅嘅對話。耶穌咧同保羅咁樣講：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呢？保羅答：主啊，你是誰？耶穌答保羅話：我就是你所逼迫嘅耶穌。起來，進城去，你所當做嘅事，必有人告訴你。呢度咧講緊俾我哋聽，耶穌顯現嘅時候有大光，呢個嘅光大到讓人撲倒喺地嘅上邊。因為神係聖潔嘅主，讓我哋不潔嘅我哋嘅內心自然產生咗好多嘅驚恐，好多嘅恐懼。從耶穌同保羅嘅對話裏面，我哋咧又有5個嘅發現。第一，對話嘅係主耶穌主動嚟到去展開，主耶穌主動地去揾保羅。當耶穌叫保羅嘅時候，係點稱呼佢啊？係掃羅，掃羅，重複嘅稱呼，重複嘅稱呼係突顯咗呢一件事嗰個嘅莊嚴，嗰個嘅神聖。有人呢聯想到保羅見呢個嘅光，呢個嘅異象，就好似耶和華喺嗰個嘅何烈山裏面，透過嗰個冇燒毀嘅荊棘向摩西顯現一樣。當摩西見到呢個燒唔盡嘅荊棘嘅時候，同樣係見到有火光。同樣耶和華神去稱呼摩西嘅時候，都係用重複嘅稱呼。摩西，摩西，喺出埃及記3章4節，顯示緊耶穌而家呢一刻同保羅嘅顯現，同樣係一個神聖嘅時刻。第二個經文要留意嘅就係耶穌問保羅：你點解逼迫我？你為什麼逼迫我呢？保羅一心就係要去大馬士革，佢要捉拿嗰啲相信耶穌嘅人。而家呢，佢被耶穌去質問：點解你要逼迫我？耶穌打斷咗保羅要去大馬士革所做嘅事情，佢打斷咗保羅一心要去捉拿信徒嘅事。就好似咧，我哋去旅行啊，又係當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去到臨尾嗰一刻，哇！執行李執到發蚊疹、發脾氣嘅時候，我哋就會話咩啊？其實乜嘢都唔緊要啦，最緊要乜嘢啊？最緊要帶 passport， 最緊要帶我哋嘅信用卡，就可以入到關、過到境就可以啦。如果冇咗 passport， 冇咗護照，連海關都過唔到，連我哋要去嘅目的地都入唔到去嘅時候，
整個嘅旅程就被中斷、被打斷。而家耶穌嘅質問完全打斷咗、中斷咗保羅佢本來嘅旅程。第三個我哋要留意嘅係保羅反問：主啊，你是誰？保羅咧，佢一心要去逼迫嗰啲相信耶穌嘅人。保羅咧，而家卻被耶穌佢喺度問：主啊，你是誰？保羅見到一個咁大嘅異象，佢知道喺佢嘅面前一定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甚至乎係一個可以駕馭超自然能力嘅神。所以保羅知道喺佢面前站嘅係主。或者對於一個咁熟悉猶太律法嘅保羅嚟講，佢咁虔誠去持守猶太人生活嘅保羅嚟講，佢會諗起呢一位出現嘅係唔係就係喺舊約聖經裏邊一路期待緊嗰位耶和華神呢？又或者嗰位彌賽亞嘅救主出現喺佢嘅面前呢？第四樣我哋要留意嘅係耶穌佢直接去表明佢自己嘅身份。佢話：我就是你所逼迫嘅耶穌。呢句説話有兩重嘅意義。第一，喺保羅面前超自然咁樣出現嘅就係耶穌。第二個意義就係保羅其實佢正在逼迫緊嘅就係耶穌嘅群體、耶穌嘅信徒，嗰一班同耶穌連為一體嘅群體。耶穌嘅顯現唔係耶和華神嘅顯現，唔係聖靈嘅顯現，唯獨係耶穌嘅顯現。點解呢？對於保羅嚟講，其實耶穌嘅顯現係一個十分之重要嘅經歷。我哋睇好多其他保羅所寫嘅書信，佢強調自己都係使徒之中嘅一位，因為佢有同嗰12個使徒有同一個嘅經歷，同樣親眼見過耶穌，甚至乎喺呢個嘅異象裏面，保羅係見到復活升天之後嘅耶穌，復活嘅耶穌站喺佢嘅面前。第五個我哋要留意嘅係耶穌指示保羅：你繼續你嘅旅程，進入大馬士革嘅裏面。不過保羅唔係要去逼迫嗰啲嘅信徒，而係主耶穌吩咐佢要等候，佢要做嘅事將會有人去話俾佢知。保羅本來預備好嘅手上邊捉拿信徒嗰個嘅文書，佢要進入大馬士革，但係耶穌而家咧就要求保羅信服佢嘅計劃，喺城裏面去等候所發生嘅事。經文嘅第二個嘅部分係第七節。第七節咁講：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同行的人成為咗保羅佢遇見耶穌一個好重要嘅見證人。我哋估計咧，同行嘅人咧，可能係保羅嘅助手啦，係咪啊？要去捉拿嗰啲嘅信徒，總係要有人去幫佢。又或者咧，佢去耶路撒冷申請文書嘅時候，耶路撒冷聖殿就派一啲嘅警衛去幫助佢去處理呢一件捉拿信徒嘅事情。呢一群同行嘅人成為咗好重要嘅見證，在場嘅見證人。我哋咧都知道，《使徒行傳》呢其實有前書，即係路加福音，係路加經過好詳細嘅考察，按住次序嚟到去記載關於耶穌嘅教訓，去讓提阿非羅大人去明白耶穌所教訓嘅一切嘅事情。使徒行傳就係透過唔同使徒、信徒佢哋嘅經歷，讓提阿非羅大人明白聖靈喺整個嘅基督徒群體裏面嘅工作。所以其實見證人本來喺使徒行傳裏邊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呢
呢一班同行嘅人成為咗在場嘅見證人，證明咗保羅所見異象唔係佢主觀嘅諗法，又或者唔係保羅佢自己虛構去幻想出嚟佢見過耶穌，甚至乎結果呢，呢一班在場嘅人佢哋說不出話來，所以咧耶穌嘅顯現同樣對佢哋產生咗影響。去到經文嘅第三個嘅部分，第8至到第9節，係保羅見異象之後嘅結果。經文咧咁樣講：掃羅咧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什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入大馬士革，3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我哋咧可以試下嘗試代入保羅嘅處境裏面。當保羅見到一個咁大嘅異象，一個大光四面嚟到去照住佢，喺呢個嘅光嘅背後有聲音同佢講，呢個聲音就係耶穌，一個本來保羅要去逼迫嘅對象。保羅仆倒喺地嘅上邊，異象過後，佢慢慢企返起身。佢見過呢個光之後，佢好想嘗試打開眼睛，好想睇下周圍發生緊乜嘢嘅事情，乜嘢嘅境況。不過當佢想擘大眼睛嘅時候，佢發現乜嘢都睇唔到。同佢同行嘅人就帶住保羅進入大馬士革嘅裏面。3日，保羅完全睇唔到嘢，佢冇進食，佢冇飲水。可能保羅嘅心裏面都帶住好多嘅疑惑，帶住好多嘅驚恐。使徒行傳9章1至到9節就嚟到呢度。我鼓勵大家返去可以試下由第10節一路睇到去第31節。你會睇到喺大馬士革裏邊有一個嘅門徒，佢叫做亞拿尼亞，佢同樣見異象，見到耶穌。耶穌吩咐佢要為保羅去按手同埋開眼。亞拿尼亞嘅按手唔單止要讓保羅嘅眼睛打開，能夠睇得到。更加呢個嘅按手有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就係要保羅去被聖靈嚟到去充滿。當保羅去經歷呢個異象之後，保羅喺大馬士革嘅會堂裏邊，喺唔同嘅地方嘅裏面，佢去宣揚耶穌就係神兒子嘅信息，甚至佢宣揚到一個地步，引起一班嘅猶太人想嚟捉保羅，甚至殺咗保羅。不過去到第31節嘅時候，聖經有一個嘅總結，似乎當時嘅教會度過咗一個比較平靜、安穩，甚至有人數增長嘅時間。第31節咁講：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今日睇嘅經文主要就係講緊保羅去見耶穌呢個嘅異象。啱啱都輕輕去帶過亞拿尼亞同樣見耶穌呢個嘅異象。一個本來以逼迫耶穌門徒為榮嘅保羅，因為睇見異象，佢嘅生命徹底被改變。亞拿尼亞佢係一個咩人啊？佢嘅生命本來就係一個虔誠嘅信徒，虔誠嘅生命嘅見證。佢被猶太人嚟到去所稱讚嘅領袖，佢同樣被神嚟到去揀選作為主所用。今日我哋嘅生命又點樣呢？我相信只要你願意，同樣可以被神嚟到去揀選作佢合用嘅器皿。近嚟我喺網上邊又睇到幾條嘅影片，
呢幾條嘅影片咧，都係關於一個嘅話題。呢個話題咧叫做00後整頓職場，又或者咧叫做年輕人整頓職場。我對呢個嘅話題咧都唔係好熟悉，所以咧我咧就嘗試咧上網去揾下相關嘅資料。大部分咧對於呢個嘅話題咧，其實都係比較多負面嘅評價，不外乎講嘅都係而家嘅年輕人佢哋返工冇工作嘅能力啦。又懶散啦，對人處事又冇禮貌啦，唔係好想做，但係咧又好想有糧出。不過其實我覺得咧都唔係淨係年輕人嘅，甚至乎有啲成人都係咁樣諗。佢哋咧特別咧喺一啲大公司、大企業嘅裏面，對於行業個裏面嗰啲嘅傳統文化睇唔過眼，好多嘅時候佢哋都會進行反抗，甚至對上司有衝突、有衝撞嘅時候。不過咧，其實吸引我去了解多少少呢個嘅題目嘅咧，並唔係呢啲負面嘅評價，反而咧我咧睇到咧有兩個嘅影片係比較正面一啲。例如呢一位20幾歲嘅年輕人，佢靠住自己嘅努力，佢喺地盤裡面嚟到去工作，佢每一日好辛苦喺地盤嘅裏面嘅體力嘅勞動，讓佢嘅工作所帶嚟嘅收入可以儲到錢，可以儲到首期去買佢一個嘅居所。一個20幾歲出頭嘅年輕人能夠置業，實在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又例如咧喺九龍城區裏面，大家咧都知道嗰個嘅地區咧都係好多舊式嘅鋪頭。一個嘅大學生，佢希望咧趁住喺重建之前，喺收樓之前嘅幾年嘅時間，佢可以咧整頓一下家裏邊經營咗3代嘅臘味鋪。佢用電腦化同埋網上邊嘅技術，希望咧可以活化鋪頭嘅運作，可以接收到更加多嘅訂單。佢咧又用現代嘅科技為鋪頭嚟到去宣傳，希望能夠咧做靚個招牌，當重建之後可以有機會喺原址裏邊去重開呢個嘅鋪頭。今日我哋望住教會120週年嘅日子，我哋望住呢個嘅主題，使命重尋，凝聚向前呢個嘅主題已經走過9個月啦，已經10月啦。我哋你喺神嘅裏面有冇重新領受神嘅使命呢？又或者喺我哋未好似嗰啲00後去整頓職場、去整頓教會之先，我哋係咪需要先去整頓一下自己侍奉嘅心態呢？喺教會嘅傳統裏邊咧有一個嘅講法，呢個嘅講法咧係根據加拉太書1章17同18節。保羅咧去見異象之後，頭先我哋所講保羅所見嘅異象之後，佢有3年嘅時間喺阿拉伯嘅曠野裏面。保羅喺呢3年裏面，佢同樣要重新去思考佢嘅信仰。從其他嘅經文我哋得知，保羅佢本來就係一個嚴守猶太律法同埋生活方式。佢屋企其實係法利賽人嘅家族，佢受嘅係猶太教裏面十分之嚴格嘅訓練，以致佢一直去捍衛住猶太教嘅純正，而去逼迫嗰一啲信耶穌嘅人。當保羅見異象之後，佢突然發現喺猶太教裏面一直期待好耐嗰位彌賽亞嘅救主，原來就係佢一直去捉拿嗰一啲所信嘅嗰啲信徒所相信嘅耶穌。對於保羅嘅信仰係一個幾咁大嘅衝擊同埋震撼。或者喺我哋嘅信仰裏面，我哋未必咧好似保羅有咁大嘅轉變。特別咧，如果你同我一樣，我哋自細都係喺教會裏面長大嘅信二代，已經習慣咗每一個禮拜都喺教會裏邊去生活。可能我哋咧都唔覺得我哋嘅生命突然間有好大嘅轉變。不過我哋可以慢慢回想，我哋總會發現神喺我哋身上面嘅作為，佢模造我哋成為一個合佢所用嘅人。
試諗下，神喺我哋嘅生命裏面有啲乜嘢嘅改變，又或者我哋一時三刻未必可以整頓到教會啲乜嘢嘅境況。不過其實我哋可以先去整頓一下我哋屬靈嘅生命，我哋可以先去整頓一下我哋侍奉嘅心態。我哋試諗下可以為主去擺上啲乜嘢。當上帝將使命交託俾我哋嘅時候，我哋好似個保羅咁樣，嗰3日蒙眼睇唔到嘢嗰一種嘅疑惑驚恐，正還是我哋已經預備好我哋嘅生命，好似亞拿尼亞一樣，隨時準備去回應上帝呢？我哋喺在世嘅日子，未必能夠親眼見過復活升天嘅耶穌，但係當我哋信主嗰一刻，我哋已經好似保羅一樣，生命被徹底嚟到去改變。或者我哋冇親眼見過復活升天嘅耶穌，但我哋可以選擇同亞拿尼亞一樣，活出虔誠嘅生活，喺屋企裏面，喺工作嘅裏面，喺學校嘅裏面，都被人去稱讚，讓人喺我哋生命裏面見到主耶穌基督。讓我哋同心為自己嘅生命嚟到去禱告。以下落嚟呢，有片刻嘅安靜，你可以呢嚟到主嘅面前，為你自己嘅生命嚟到去禱告。你準備好回應神俾你嘅召命未呢？你嘅生命係咪好似亞拿尼亞一樣，隨時已經預備好被神嚟到去呼召，被神嚟到去差遣，為佢所用呢？保羅佢一路都係去逼迫嗰啲嘅信徒，但係當佢見到耶穌嗰一刻，佢終於發現過往佢喺舊約裏面睇過嘅聖經，嗰一位期待好耐嘅彌賽亞就站喺佢嘅面前。佢帶住信服嘅心，信服眼前呢一位嘅彌賽亞所吩咐佢嘅事情，要喺外邦人嘅裏面去傳揚主嘅名。弟兄姊妹，你又準備好你嘅生命被主嚟到去使用未呢？親愛嘅主，我哋嚟到你嘅跟前，我哋咧透過保羅所見嘅異象，我哋透過咧亞拿尼亞所見主耶穌基督嘅異象，我哋都睇到佢哋嘅生命都被你嚟到去改變，被主嚟到去使用。願意咧，我哋咧都帶住順服嘅心，我哋咧嚟到去跟從你。當你將使命交託俾我哋每一個，交託俾仔浸嘅時候，願意我哋都帶住信服嘅心嚟到去走落去。或許咧喺當中，我哋咧有好多需要調整我哋嘅心態，調整我哋嗰個嘅方向，生命嗰個嘅方向嘅時候，願意咧我哋都去學校嚟到去信服你。求你都係幫助我哋對你有信心。我哋知道依靠你去走前面嘅路，實在係一條蒙福嘅道路。願意你咁樣去帶領我哋，去改變我哋嘅生命，讓我哋咧可以被主嚟到去使用。喺呢個嘅世代裏面，繼續為福音嚟到去有決心，繼續為福音嚟到去努力。多謝你聽我哋禱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弟兄姊妹早晨，歡迎大家一齊嚟到呢我哋仔浸嘅直播，一齊可以呢崇拜。我哋真係好感謝主，縱然天氣嘅問題都唔難阻我哋呢一齊去敬拜神。有一啲嘅家事報告㗎。
2026年至到2027年各部嘅部員選舉呢，等額呢已經呢 OK 啦，或者係一啲未夠名額嘅呢都 OK 啦，所以呢嚟緊呢都會有自動當選同埋呢唔需要呢投票嘅，咁請大家留意啊！感恩主日呢係嚟緊嘅10月26號，我哋嘅感恩主日奉獻對象呢就係開基120週年嘅服侍嘅方眾。呢啲嘅經常費，呢個項目呢係包括過去嘅免費街島嘅服務啦、仔浸嘉年華啦、嚟緊嘅盤菜宴啊、福袋嘅派發啊等等，希望透過呢唔同嘅活動呢，可以將教會同埋將耶穌呢去介紹俾我哋嘅街坊㗎。咁我哋嘅經費呢，大約係11萬，有關嘅資訊呢，可以呢參與呢教會大堂嘅展板啦。弟兄姊妹咧，亦都可以將奉獻呢以現金或者係支票呢投入去禮堂嘅門外嘅奉獻箱裏邊㗎，喺10月26號，或者你可以寫支票咧俾香港仔浸信會都可以。10月26號感恩主日呢，除咗有我哋感恩奉獻，亦都有我哋嘅嬰兒嘅奉獻禮，係喺第3堂崇拜舉行㗎。凡恆常參加本會聚會嘅基督徒父母有意同埋咧 BB 咧可以奉獻嘅話咧，就可以聯絡咧羅玉清傳道㗎。10月19號主日呢，就會截止報名啦。咁記得留意啊 ！BB 嘅爸爸媽媽必須係已經受浸嘅基督徒，而其中一位呢，亦都必須呢係本會嘅會友㗎，亦都會出席呢奉獻禮嘅簡介會㗎。開基120週年嘅佈道會會喺11月22號禮拜六晚上7點鐘主題係遇見愛，重啟豐盛。講員呢係蔡康年牧師。而家呢現正呢招募呢佈道會嘅陪談員，報名表會張貼喺地下開基120週年嘅展板上邊㗎。大會呢將會為呢一個嘅陪談員提供陪談員訓練班。開班日期就係11月2號主日下晝1點去到2點半。如有查詢呢，可以聯絡呢羅慧嫻傳道或者呢黎樹嬌姊妹㗎。少青部呢幾個禮拜都有提過㗎啦，就係青少年嘅導師招募，仔浸青少年事工誠意呢邀請你參加呢導師嘅行列，一起呢去陪伴少年人去認識神，活出信仰。我哋需要呢願意關心呢青少年啦、帶領小組啦、分享信仰嘅弟兄姊妹㗎。長青部呢有聯團聚會喺10月嘅11號。禮拜六嘅上晝10點半，題目係呢長者精神健康。講員呢係資深嘅長者服務社工莫志明先生。咁請呢任何人士都可以參加㗎。傳道部呢喺10月嘅15號禮拜3呢，呢一個嘅7點半去到9點鐘呢，喺香港信義會香港仔堂呢舉行南區教會聯合祈禱會㗎。亦都呢係會為着11月30號嘅南區呢節慶祈禱㗎。當晚教會嘅晚禱會呢係會暫停嘅。歡迎大家去參加。基教中心呢喺10月至到12月嘅培育課程，保羅嘅監獄書信會喺下主日呢嚟到開班㗎。2024去到2025年嘅讀經運動新舊約全書或者新約全書已經呢先後圓滿結束啦。兩組嘅分別有25人同埋呢36人呢完成呢指定嘅閱讀進度。完成嘅名單呢喺課堂外嘅電視機呢就會顯示，亦都會獲贈呢小禮物同埋作獎勵㗎。有查詢可以聯絡呢羅玉清傳道或者係呢陳善韻事工幹事㗎。10月12號下主日呢，下晝2點鐘呢，就會係呢我哋嘅事工交流會啦，2026年嘅事工交流會。希望大家呢一齊嚟了解教會事工嘅方向同埋異象，同埋呢亦都會有一啲介紹事工一啲解答嘅環節。希望呢各席理啦、部員啦、籌委會嘅弟兄姊妹啦、弟兄姊妹可以踴躍參加，一齊分享，同埋呢一齊為教會祈禱㗎。
同工消息嘅如果咧冇暴風球嘅話咧，金海燕傳道咧就會去到利安家度證道啦。辦公室嘅消息，10月7號本週禮拜二係中秋節嘅公假，教會大樓同埋利安家嘅辦事處咧都會暫停開放㗎。白光幼稚園會喺11月8號禮拜六咧喺體育館舉行白光熊貓運動會，咁咧邀請咧家長同埋6歲以下嘅小朋友踴躍參加，內容咧係有 AR 嘅體感嘅遊戲啦、親子熱身操啦、創意運動、熊貓繪畫啦等等，咁大家可以咧報名同埋咧去掃 QR code 嘅。下主日第1至到第3堂呢係金姑蘭正道，呢一個嘅第4堂呢就係樂牧師，呢個少年崇拜呢就係羅維涵傳道嘅。請大家為呢我哋嘅講員呢去禱告。今日嘅家事報告呢嚟到呢一度啦，落嚟呢係教牧代禱嘅時間。我哋好想呢去為着喺風暴當中仍要呢工作嘅一啲嘅警察啦、消防員啦，或者咧醫護嘅人士，或者係有一啲渠務啦等等嘅工作人員，為着咧佢哋仍然喺風暴當中咧，仍然要工作嘅人祈禱，求主咧賜佢哋平安。亦都為着咧，我哋下個禮拜咧就有我哋嘅2026年嘅事工交流會啦。求神咧去帶領住我哋，俾我哋咧喺新嘅一年咧繼續行喺神嘅心意裏邊。唔單止我哋仔針嘅弟兄姊妹更團結，我哋更加咧能夠帶住異象喺呢一個社區裏邊咧為主而活。我哋一齊祈禱啊！親愛嘅主耶穌，你俾我哋遇見晴天、陰天、雨天，你俾我哋遇到風暴。我哋知道神你掌管萬有，我哋呼求主，你看顧一啲正在呢縱然面對風暴仍要工作嘅人士，求你賜佢哋出入有平安，求你賜佢哋有健康嘅身體，求你呢紀念佢哋嘅勞苦，賜福俾佢哋同埋佢哋嘅家人。我哋更加求主你看顧呢，下個禮拜就係我哋2026年嘅事工交流會啦。求神你看顧我哋眾弟兄姊妹能夠彼此同心，一齊呢喺神你嘅面前去尋索你帶領教會嘅方向。求神你對我哋說話，以致到呢我哋所諗所求嘅真係蒙神你悅納，係神你嘅心意。神啊，你帶領我哋仔浸踏入120年，你俾我哋有你數不盡嘅恩典同埋恩惠。求你幫助我哋數常數算呢個恩惠之餘，我哋更加喺新嘅一年，我哋已經預備自己能夠咧面向前邊，繼續將福音傳開，能夠將福音咧帶進去即係香港仔咧每一個角落裏邊。神啊，我哋祈求你使用我哋嘅教會啦。我哋仰望主，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嘅名求，阿門。落嚟嘅時間，我哋咧會交俾敬拜隊。